朕的谋划，你等可记清楚了？皇上果然是好计谋，臣都记清楚了。朕的这个办法，只是委屈了杨将军。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杨将军为南下朝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朕对你的那些封赏，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腔热忱。但如今，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家。皇上，您此番话真是折煞老臣了。那些封赏对臣来讲，远不及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，才不得不做此打算。如果朕再不做什么，怕是他们真的要翻了。九王行事一向谨慎，皇上的计谋正是趁他风头正旺、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。这便是温水煮青蛙，朕就是让他们不易察觉，慢慢卷入事端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便为时已晚。皇上，杨将军请放心，朕不会真的动手，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。皇后也必须要明白，谁才是他真正可以依靠之人。皇上圣明。杨将军，到时候范御史那边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帮衬一把。尤其是杨岩那边的动向，你需要及时和范御史通气。臣一定谨记于心。朕说的步骤，你等记住，一步都不可以走错。是，皇上。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。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！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徒生事端。放心吧。哎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。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，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赔！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难免发生事故。你我各退一步也就罢了。你眼瞎吧？这条路窄吗？你们不紧不慢的走着，影响了别人的驱车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让你家主子出来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是谁在叫我呀？哎呦，原来是范御史啊！刚出了点小摩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杨公子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本御史可都是听到了呀。你当然是没事儿，可我的马儿受了惊，车受了损，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呀。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了。哎呦，我这老寒腿又发作了。你说这如何是好啊？说吧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有钱能摆平一切吗？范御史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此事并非我一方之错呀。你，九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就着没事找事儿。用娘娘的话就是，你丫的没事找事儿吧啊？你丫谁呀？你他妈敢推我？你呀！